有眾人益咗黑田啦，黑田睇住黑田自己一嘢頭先扮喺左邊，再扭到一個自己嚟啦啩。咁啊2比。李俊賢俾咗蕭志樂，蕭志樂啊回咗俾黑田，黑田會唔會有軌跡啊？2比1，黑田的軌跡時間越打越好啊！右翼位呢個位邊有地方黑田。對住黃正陽回翻後，前邊我打上半黑田去追黑田吸過嚟中間，但有人逼緊啊，3個嚟緊，要比較直線。黑田隊即係香港15人欖球隊，人哋話晒都叫入到2027年世界盃，俾翻黑田就俾大咗少少就都叫攞得翻，仲喺度嘅黑田修正翻，再放球長波過去。冇人，但係黑田攞波到咧，攞到啊！黑田過埋呢個波俾人兩細佬，再揾招子浪就揾翻黑田嘅第3名睇清楚，右重點俾少拉，子浪俾人直線黑田再打乜？因為嗱睇下呢球先喎，但冇越位。已經幾合民心，我1號控咗俾呢個籃板頭。呢個再俾個直線到成點啊？咁賽地波就比較直線卡啦。好難，咦？開球平飛，後點嗰個先至。右邊成堆人玩打走，我打走唔到出嚟，但係未穿。呢個隊友掹住咗㗎啦，斬埋你個尾，穿到有走位。都就係哎呀，黑田走心咗，蕭子朗又冇，蕭子朗係冇上嘅直情。哇，黑田搶到冇爆，冇爆。陸平中一嘢抌去右手邊想揾6號，但係呢度得。